好的，以下为您提供关于台南一中的资讯，并尽量使用图片辅助说明。台南一中，简称南一中，是台湾历史悠久且备受尊重的公立高中之一。学校位于台南市东区，与国立成功大学相邻。校园特色与历史，百年校史。南一中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，见证了台湾教育的发展。竹园岗，学校位于地势较高的沙轮上，过去称为竹园岗，因此校歌中有竹园岗上风光好的歌词。传统与创新并重，南一中在保有传统学风的同时，也积极推动创新教育，培养学生的多元能力。优异的学术表现，南一中历年来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校友，在各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。校园设施，图书馆，藏书丰富，提供学生舒适的阅读环境。科学实验室，配备现代化的实验仪器，供学生进行科学实验。体育馆，提供学生各种体育活动的场地。社团活动中心，鼓励学生参与多元的社团活动。学生生活，多元社团，学校提供丰富的社团活动，让学生在课业之余发展兴趣。学术竞赛，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学术竞赛，提升学术能力。校际交流，与国内外学校进行交流，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。如何前往？大众运输，可搭乘台南市公车至台南一中站下车。自行开车，可利用 Google 地图导航至台南一中。更多资讯，官方网站连结到 tnfsh.tn.edu.tw， 维基百科连结到 zh.wikipedia.org。想了解更多关于台南一中的资讯吗？欢迎提出您想了解的问题，例如，南一中的特色课程有哪些？南一中的校友有哪些杰出人物？如何报考台南一中？请注意，若您想观看更多关于台南一中的图片，可以自行在网络搜寻引擎中输入台南一中进行搜寻。希望这些